各位街坊，擔定凳仔，沖定杯靚茶。偉哥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震驚成個華人網遊界嘅超級大鑊嘢。大家平時上網打機，遇到啲小學雞坑隊友，頂多咪爆幾句粗，熄機就算數。但係今日呢單案嘅主角，為咗幾件摸唔到、掂唔到嘅虛擬神裝，竟然搞到走火入魔，喺幾萬堆眼面前，當眾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生吞活剝。最後搞到天怒人怨，過萬網民集體暴動癱瘓伺服器，由一個高高在上嘅百萬網紅跌落谷底，變成人見人踩嘅過街老鼠。你以為打機淨係撳幾個掣咁簡單？錯啦，大佬！接落嚟發生嘅事真係電影都唔敢咁拍，情節分分鐘比黑社會講數仲要心寒。話說喺2019年嗰陣時，魔獸世界經典懷舊服啱啱開波。成班老玩家好似放監咁衝晒入去回味青春。呢個時候，中國大陸有一名極具人氣嘅遊戲大主播叫做狂人宇峰，粉絲們平時見到佢都要尊稱一聲峰哥或者門哥。呢個峰哥喺魔獸圈入邊絕對算係一號人物，平時經常西裝骨骨去出席官方舉辦嘅活動，滿口仁義道德，成日將無兄弟、唔魔獸呢啲口號掛喺嘴邊。形象包裝到好似江湖上嗰啲義薄雲天嘅大佬咁。峰哥為咗搞旺個場，就喺遊戲入邊開咗個自己嘅公會，日日開住直播，帶住班粉絲一齊打怪升級。喺呢班粉絲入邊，有一個叫做衰尼陀嘅玩家。呢個衰尼陀可以話係峰哥嘅超級死忠粉，平時日日追睇直播，對峰哥崇拜到五體投地。衰尼陀玩嘅職業係戰士，喺遊戲入邊係做坦克嘅位置。大家要明白，坦克喺魔獸世界入邊就好似古惑仔劈友嗰陣，企喺最前排揸住塊大鐵牌幫兄弟擋刀嗰個死士，冇佢喺前面挨打，後面班友根本搞唔掂職王。衰尼陀同另外幾個朋友一路由10幾級慢慢打到滿級60級，滿級之後想揾個公會落腳。衰尼陀第一時間就諗起佢心目中重情重義嘅峰哥，於是二話不說，帶埋幾個好兄弟一齊投奔去峰哥嘅公會，甘願做大佬背後嗰個默默挨打嘅血肉長城。初期嘅日子睇落真係好美好。衰尼陀作為主坦，盡心盡力帶住峰哥周圍去打怪升裝備，大家樂亦都融融，就好似一套熱血兄弟片嘅開局咁。但係你以為故事會咁平淡發展落去？大錯特錯啦！往往最致命嘅刀都係由你最信任嘅人喺背後捅落嚟。接落嚟嘅轉折你絕對估唔到。大家平息靜氣，偉哥準備要揭開呢個大佬嘅虛偽面具啦。有一次，衰尼陀帶住峰哥同埋一班公會兄弟，千辛萬苦打低咗一個大 boss。指 boss 唔低之後，跌咗一件極品裝備出嚟，叫做勇氣腰帶。大家睇直播畫面，峰哥一見到呢條腰帶，對眼直情發晒光，個嘴駁到大一大，成個表情就好似喺度同全世界講：呢條腰帶老子志在必得。但係峰哥畢竟係大主播，鏡頭面前點都要扮客嘢噶嘛。佢突然冷靜落嚟，因為佢醒起公會入面嘅主坦衰尼陀同佢一樣都係着緊啲爛鬼裝備，大家都極度需要呢條腰帶。峰哥假惺惺咁問衰尼陀：小迷啊，呢件我可以 roll 咩？大家要知道喺遊戲入邊 roll 意思就係擲骰仔，邊個點數大就邊個拎，一人一半機會，好公道啊嘛。峰哥把口就問人可唔可以擲骰仔，但係其實佢心入邊根本就覺得自己係大佬，裝備理所當然應該歸佢。佢特登點開衰尼陀嘅裝備欄睇下，一睇，哇！原來衰尼陀條腰帶比佢自己身上嗰條仲要爛。按江湖規矩，主坦企最前線挨打，有好裝備梗係要優先俾主坦換上，等佢皮粗肉厚啲，成個團隊先至安全噶嘛。但係峰哥見到衰尼陀裝備咁差，佢竟然冇出聲，佢冇話：哎呀，兄弟你裝備咁削，呢件你拎去用先啦。佢反而係等緊衰尼陀開口讓俾佢。衰尼陀呢個老實人，以為大佬真係想要，就打字話：你想要就拎啦，我冇所謂。峰哥一聽，即刻好似執到金咁，連一句唔該都講得勁敷衍，手起刀落就將條勇氣腰帶袋咗落自己荷包。呢一個細微嘅舉動，已經令到直播間好多老玩家睇到眼火爆。
一個做大佬嘅點可以連前線擋刀兄弟嘅裝備都搶？但係你以為咁就完啦？錯啦，大佬，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呢件腰帶只不過係一碟碎料開胃菜，真正令到成個人性徹底扭曲嘅神級道具即將要重磅出場。大家戴定頭盔，高潮馬上就到。時間嚟到2019年9月16號，呢一日絕對係魔獸網遊史上最黑暗嘅一日。峰哥帶住公會大軍，浩浩蕩蕩去挑戰最高難度嘅副本，歷盡艱辛打完最終 boss 之後，奇蹟發生啦！竟然跌咗一件全伺服器所有玩家都夢寐以求嘅頂級神物黑龍頭。呢個黑龍頭唔係普通嘢，玩家攞咗佢去交任務，就可以換到一件堪稱主坦畢業嘅終極神裝。喺所有魔獸老玩家嘅心目中，黑龍頭就係主坦嘅像子，就等於警隊入邊嘅一哥之權杖咁，絕對應該優先分俾好似衰尼陀呢一種日日捱更抵夜幫公會頂怪嘅首席坦克。出咗呢件極品，全場嘩然。大家心諗，今次峰哥點都會做個順水人情，將黑龍頭頒俾衰尼陀啦啩。但嘢水太深，隨時被黃標，大家趁未下架趕緊熱推，當係撐偉哥啦。好，推完我哋即刻入正題，睇下呢個人面獸心嘅大佬到底做咗啲咩喪盡天良嘅事。峰哥望住個黑龍頭，口水都流埋出嚟。佢本身玩嘅係輸出職業，根本唔係做開坦克。但係貪念一上腦，真係連神仙都拉唔住。佢眼珠一轉，竟然喺直播面前講咗句極度無恥嘅說話。我覺得呢個嘢仲係比坦克啦。然後聽日我亦都打坦克啦。大家聽下呢啲咩偉論，就好似一個明明係喺茶餐廳負責沖奶茶嘅伙計，突然見到西餐廳大廚份人工高，就同老闆講：聽日開始我轉做西廚啦。但係你根本連牛扒都唔識煎。峰哥為咗搶呢件主坦專屬裝備，竟然臨時臨急宣布自己聽日開始轉做坦克。呢種夾硬嚟嘅藉口，簡直係侮辱緊全場觀眾嘅智商。呢個時候，峰哥身邊班擦鞋仔小弟開始做嘢啦。平時幫峰哥打理公會嘅幾個管理員，即刻喺語音頻道入邊瘋狂拍馬屁。峰哥，你先拎啦，你係會長啊嘛，理所當然噶。班契弟不斷咁推波助瀾，將峰哥捧到上天。而我哋嘅可憐蟲衰尼陀呢，佢梗係想要啦。但係公會個語音頻道早就被設定咗，只有會長同管理員先可以講嘢，普通成員連開咪嘅資格都冇。衰尼陀急到死，只能夠喺打字頻道度瘋狂打字。你玩坦克你就攞啦。字裏行間透露住無比嘅心酸同無奈。但峰哥連望都無望一眼，喺班小弟嘅歡呼聲中，心安理得咁將黑龍頭私吞咗。你以為搶咗黑龍頭已經係極限？大佬，你太低估人性嘅無恥底線啦！打完呢個 boss，佢哋轉頭去打另一隻怪，竟然又爆出另一件驚天動地嘅神物風劍。風劍係用嚟打造傳說級武器雷霆之怒、逐風者嘅祝福之劍，簡稱風劍嘅核心材料。呢把劍係全魔獸世界坦克嘅終極浪漫，稀有程度極高。就算當時攞出去黑市賣，分分鐘可以賣到幾萬蚊人民幣。面對呢件價值連城嘅神物，峰哥直情係連戲都懶得做。佢假惺惺咁問一句：大家覺得點辦好？語音頻道入邊嗰班無恥小弟即刻大合唱，梗係俾峰哥啦。峰哥係公會嘅將子，風練配峰哥，天經地義。嗰陣壓迫感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大家試下想象一下，就好似舊唐樓半夜停電，四圍黑開來，你一個人企喺走廊，突然聽到樓梯間傳嚟開來極其沉重嘅腳步聲，一步一步向你逼近，你連急氣都唔敢大聲，明知大禍臨頭，但係又無路可逃。衰尼陀當時喺電腦面前望住個熒幕，大概就係經歷緊呢一種令人窒息嘅絕望同委屈。佢眼白白睇住自己一手帶大嘅公會，睇住自己崇拜嘅偶像，聯同班擦鞋仔，將原本屬於自己嘅神裝一件一件咁打劫走。衰尼陀鼓起最後一絲勇氣，喺團隊頻道打咗一句：我亦想要啊，點算？呢句說話寫滿咗一個老實玩家嘅卑微同祈求。結果呢，峰哥同班小弟對呢句說話視若無睹，直情當佢透明。峰哥喺直播間大喊一聲：多謝大家支持。
我攞攞，直接將封臉據為己有。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呢個衰彌陀做咩咁鵪鶉，俾人騎上心口都唔反台。但係偉哥同你講，呢個世界邊有咁簡單？我哋從人性最底層嘅貪婪同權力欺壓去切入睇單嘢，狂人雨峰已經俾身邊班擦鞋仔捧到上天，自我膨脹到一個點，覺得成個伺服器都係佢嘅。而衰彌陀呢啲小玩家面對住一個百萬大軍嘅網紅，佢心入邊嗰種無力感就好似平民百姓對住啲隻手遮天嘅土豪惡霸咁，敢怒不敢言啊！呢啲就係人性最核突、最貪婪嘅表現。為咗件虛擬裝備，連做人最基本嘅底線都踩爛埋。你以為佢搶完封臉就會收手？大錯特錯！貪婪嘅大門一旦打開，就永遠握唔返。跟住落嚟發生嘅事，直情係將佢推向萬劫不復嘅深淵。搶完封臉之後，直播間嘅彈幕已經開始有暴動嘅跡象，無數有良知嘅玩家開始狂洗屏幕，鬧佢係無人。意思即係黑裝備嘅小人，鬧佢無恥。但峰哥呢個時候已經走火入魔，自我感覺極度良好，覺得自己係萬人之上嘅皇帝。面對滿屏嘅責罵，佢竟然大條道理咁駁嘴：我限你講一片，我係會長，就算你去外面亂七八糟嘅論壇刷我都係會長。哇，好大嘅官威啊！好一招隻手遮天。緊接住，佢哋又打低咗一個 boss， 今次跌咗一對坦克專用嘅鞋。比起頭先嘅黑龍頭同封臉，呢對鞋簡直係垃圾級別，唔值錢。峰哥呢個時候為咗平息民憤，就扮大方話呢對鞋俾衰彌陀啦。但係嗰班擦鞋小弟真係食水之味，為咗討好主子，竟然連對破鞋都唔放過。小弟喺語音大叫：峰哥你先攞啦，鞋子都係你先攞。呢一刻，峰哥連最後一絲矜持都冇埋，厚顏無恥咁講咗句行，又將對鞋私吞落袋，由腰帶、黑龍頭、封臉到最後連一對破鞋都唔放過。呢種食肉唔挑骨嘅極致貪婪，終於成為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一直默默忍受嘅衰彌陀終於徹底心死，佢終於認清咗眼前呢個偶像嘅真面目，根本就係一個自私自利、貪得無厭嘅吸血鬼。衰彌陀冇講一句粗口，冇喺頻道大吵大鬧，佢只係默默咁匿下咗退出公會嘅按鈕。同佢一齊退會嘅，仲有另一個睇唔過眼嘅兄弟。呢個無聲嘅抗議，猶如一巴重重嘅耳光刮喺峰哥塊面度。但係你以為峰哥會反省、會內疚？完全冇。佢見到衰彌陀走咗，竟然反咬一口，喺幾萬觀眾面前屈衰彌陀係黑粉。話佢一早收咗錢，故意嚟搞破壞㗎，仲即刻安排另一個小弟補上主坦嘅位置。呢種顛倒是非黑白、趕盡殺絕嘅手段，真係連江湖上最冇品嘅爛仔都做唔出。事情發展到呢一步，全網嘅怒火已經去到臨界點，一場史無前例嘅網絡大風暴，即將要將呢個百萬網紅連根拔起。衰彌陀退會嘅消息，配合住峰哥直播時嗰副醜陋嘅嘴臉，瞬間引爆咗成個華人遊戲圈。論壇、微博、貼吧，全部都係聲討狂人雨峰嘅貼紙。網民幫佢改咗個極具諷刺意味嘅花名無人峰。憤怒嘅玩家開始自發組織起嚟，進行咗一場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發生嘅虛擬大遊行。成千上萬嘅玩家特登去開一個一級嘅小號，全部湧入無人峰所在嘅伺服器。佢哋走到去主城，將自己嘅角色殺死，然後用幾千具虛擬屍體喺地下排成3個血淋淋嘅大字無人峰，場面極度壯觀，亦都極度震撼。大家喺度不斷洗頻屌佢，甚至有人發起懸賞，只要喺野外見到無人峰，殺佢一次就俾幾多錢。無人峰走到邊，俾人追殺到邊，連公會入面其他成員都俾人唾罵，好多無辜嘅玩家頂唔住壓力，紛紛退會。伺服器因為突然湧入太多人，直接宣告崩潰癱瘓。呢件事甚至驚動咗魔獸官方，官方連夜發出公告，取消咗無人峰原本第2日要出席嘅官方活動，直接將佢封殺。一個喺網遊界呼風喚雨嘅百萬大主播，一夜之間變成過街老鼠，事業盡毀。
無人峰頂唔住排山倒海嘅壓力，只能夠黯然停播，消失喺大眾嘅視線之中。102日之後，無人峰試圖復出，佢剃咗個光頭，着住件樸素嘅 T 恤，對住鏡頭90度鞠躬，流住眼淚，話自己當時就好似一個白痴咁，話自己真係知錯，求大家俾個機會。但係互聯網係有記憶㗎，直播間嘅彈幕冇一句係原諒佢，全部清一色都係叫佢滾。佢辛辛苦苦建立起嚟嘅人設、事業、名氣，全部為咗幾件虛擬裝備徹底化為烏有。講到底，呢單無人峰事件表面上睇係為咗遊戲裝備爭崩頭，但骨子裏反映緊嘅係人性喺缺乏約束之下，可以膨脹同扭曲到咩地步。當一個人身邊圍滿晒只會拍馬屁、順口溜嘅擦鞋仔，聽唔到半點反對聲音嘅時候，佢就會慢慢覺得自己係神，覺得自己做咩都係啱嘅。無人峰就係俾呢種虛假嘅權力感沖昏咗頭腦，忘記咗做人最基本嘅道義，忘記咗當初陪佢一齊打天下嘅兄弟。虛擬世界雖然係假，但係屏幕後面操作嘅始終係有血有肉嘅人。你點樣對人，因果報應遲早都會返去你身上。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做人做事千祈唔好去到太盡，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貪圖一時嘅便宜，最終只會落得個身敗名裂、眾叛親離嘅下場。好啦，今日偉哥同大家吹水就吹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偉哥講得夠入肉、夠過癮，唔好慳住你只發財手，幫偉哥撳個讚、留個言，將呢條片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到。江湖險惡，大家帶眼識人。我哋下期再見，拜拜。